在开部落会议，因为意见不合啊，他就马格德啊，哦，那他就种叫马格德。走了。哦，这叫我哎懂了，格德。哎，格我理德，解是这样的。对不起，我打岔一下。没关系，老师你说，我的理我们都多听一下。我的理解是这样，个字哈是就是对人生气的时候是这样。那个刚刚那个牛头就走了，就叫马不信马克马克信，马不信不信马格信哦，没关系，马克那个马里没关系啊。盖老师，马格信我们当第二个字哈，所以你的马格德字就是说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？像小白老师说，一个人可能被惹怒的时候叫马格德，那你的解释是什么？对，刚刚讲这样是对的，但是扭头走了哈，被骂，另外一个字就对了。他不是在那个讲这个字了。哦，你说他那个当下是马格德，但是扭头走是另外一个字。对对对，有哦，转来他是马不信，他是马不信，牛头就走了，那个马不信。马福进，马我没有不听信，我没有听过马福进。哎对啊，反正SINGFI，哦，马佛信哦，马不信对。马福进这样。马佛，哎，他有马佛信哦，对对，马不信。马福信，好像没有这个字呢。SING，SING，我看一下这个另外一个，没关系，老师，我们先把它记。马佛信哦，这个叫扭头就走，转身就走，是不是？对，有一点就是被骂了以后就扭头就走。那个星海那是一追过了这叫马佛信。对啊，没有听过。没有听过呢。是老人家讲的吗？马佛信。马不信还是马格对了，马不信对。马佛信。马芬纳还是没有啦，马芬纳是3口。总起来。马佛信哎，马佛信哎，怎么说这样哦？对。马格德。对呀，马格德。马黑贡呢？还有马佛系，有吗？马佛系马佛系有啊，马佛系是浮肿啊。哦，马佛系是浮肿，对啊，对呀，马佛系那个青春痘啊，马佛系癌的。对，我们讲青春痘是。对啊，马佛系肿起来嘛，对呀。马佛马里系癌盖是不是另外一种说法？马佛信啊，它是马佛信。马佛信对，马佛信没关系，我们把它记录下来哈，反正到时候再讨论。好，他那个意思就是被骂了，然后尴尬，然后离开那种，生气离开。没有错，这个就是这个意思。马佛系。经验，你们那边也有这种讲法吗？就是马佛信，就是尴尬，就是生气，然后就那一种状况。哦，那应该是有了，应该有人听过就应该有。SING 吧，马佛信。我刚才但是没有查到。没关系，我把它记录下来。OK。还有那个，好了吗？好了。买供转弯了。买供对啊，那形容吧。形容词。啦。买供爱过
那个只是不要让他听到说马格德尔很尴尬，买公爱就是让他不知道，就是马一共这样拼对吗？弯掉啊，歪心，买公爱怎么拼？那个美惠老师，我写一下。I 买 K 公爱，它好像有 NG 好声音，那个呢？有喉声音哦。你是我的声音吗？一共转弯，买公爱过哦，这个对，马一共对弯曲，所以马一共就是说要怎么形容？从我们大部分全部的人都在那边嘛，结果我们知道他生气了啊，结果他就有那种扭曲的那个想法了。别扭吗？别扭的，对啊，个性别扭的，所以翻成别扭可以哈？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啊，别扭是生气吗？是愤怒吗？好像不是呢。小小的生气吧，就觉得有点不高兴那种。哦，我们又不能讲他生气呀，我们只能形容他他的想法转弯了这样啊，买公爱多，他又开始生气了这样啊，这样子形容啊。买公爱都这样子这样，买公爱多这样，他又开始生气了，你又不能讲他说马克德莱多，哎呀，马克德莱就很，因为他俩还在，他只是小生气，直接啦，生闷气啦，所以这个可以。买公爱还有什么？马东麦呢？马独麦那个熊哦。对呀，发脾气了。独麦是熊嘛，然后马独麦。凶人呐，凶人是形容耍酒疯呢，这个对，发酒疯的意思。马独麦是有点像。这个有点是撒野耍酒疯。对。对啊，以前比乡下一部落喝2杯就马独麦了，那可能酒量不够。所以我们形容一个人喝酒耍那个发酒疯，就说马独麦过来单票这样啊。对啊，通常都是马拉上一点点的时候就，因为他要别人接受他的建议啊，或是他的话啊，可是大家都不愿意听啊，结果呢，他就用那种方式来表示。所以形容独麦的话，就是脾气暴躁的意思嘛。也有啦。还有吗？各位老师，请问还有其他的吗？那个马里样啊，马里样也是啊，马里样不听话吗？马里样跟马里昂是同一个字吗？马里昂是很坏呀。马里昂就是很坏啊。马里昂。弹舌。马里昂，伊那个东澳有那个字，马里昂，还。这边是马里昂是很坏的。马里样好像不是生气，他是形容他很凶狠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这个应该不是情绪。马里昂跟马里昂不一样。马里昂是凶狠的他应该不是在生气，他只是这个人看起来很凶恶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对呀。平常这种人讲话的话，就表情就跟我一样啊，不好看啊。老师，我问了，如果我们说马里昂古拉丹票，就是说那个人看起来就是很坏的样子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但是他当下不一定有情绪，对不对？
对，没有错。哦，那这样我懂，我每次都搞混这个哦，原来这个马里昂是他比较是他的看起来的样子哦。还有他平时的表现，常常被人家看到他很凶狠的那个样子啊。有时候讲话很大声啊，有时候是怎么样？结果看起来就整个他的平时的话就很坏的样子啊。哦，比如说他参加那个什么那个假如摸摸这样，流氓啊，当流氓那个，常常跟流氓在一起的哦，那些人都把你安爱这样，很坏这样。哦，那我懂这个字了。马里昂，好，那另外一个是马里样嘛，对不对？不听话啊。哦，马里样是不听话哦，对，跟情绪没有关系哦。应该是没有了。他顶多就是嗨呀，小你都讲，等下你再讲一次的嗨，等一下啦，这样啊。马里昂讲了好几次，他都不听话啊，都听不到心坎里呀。流鼻涕的马里样怎么拼？ L 一样 L I 马里样里，YANG， 马里样，哦，ANG，对对对，哦，所以马里样也不是情绪哦，它这是形容一个人不听话嘛。对呀，马里昂。听了那么多年，今天才搞懂。马里昂古那娃娃这样。我以为是那个小朋友在生气呢，原来是说他不听话。对，马里昂，因为那个阿嬷在带孙子的时候啊，阿嬷会一直讲说：“小敏，快点过来！”哎呀，回来，小敏过来，讲了好几次，他都不过来啊，就马里昂古那娃娃讲。哦，就不听话的意思哦。听不懂国语的。哦。不听话阿兵哥啦，听不懂国语啦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OK， 那这样我懂了。各位老师还有吗？那个风还可以，只是形容啊。他古风感觉头痛的意思。头痛，因为讲了几次都不听话啊，头痛啊。那个风，小白老师，我有看到一个字，你看这个马的里，是这样念吗？的离异，的离异，愤怒，对，很想杀他，有的离异，我真的很想杀的离异，这个古都那当老这样，就我非常讨厌他的意思啦。他这个是有情绪吗？是生气、愤怒的意思吗？有啊，有他非常气愤，有，以来所以他的用法跟马格德尔是一样的意思啊。生气，马德里伊就是气那个人呐。哦，马格德尔是不好，可能比如说不好讲话，对不对？他始终不听你的话嘛，你就很讨厌他。就是那个人很讨厌那德里伊这样。哦，你就对那个人针对那个人生气这样子。德里伊那个都那娃娃。对。哦，所以有一个对象就对了。对。有一点讨厌的意思。哦，有一点讨厌的意思就对了哈。有一点讨厌的意思。像那个哦神恶也是情绪呢，哦神恶。我写起来。扮鬼脸呐，对吧？整个张古的娃娃这样，他已经很生气了哦。那也是皱眉头啊，就是生气的样貌。那个美惠老师，你拼一下，再念一遍。哦神恶有咽喉音，哦神恶，哦神恶 O S N G E T
我生日要加一个读号哦，学起来。你看到我生日，ng，多点哦，我生 T 啦哈。T，我生日对 T，所以我们平常会用马我生日这样念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哦，它这个是皱眉头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对对，也是生气啦，就会用那种回话啊。马我生，老师你讲一下这个字怎么用？平常就是生闷气的时候吗？还是什么时候？比如说男女朋友啦哈，哦，你朋友跟他讲的时候啊，结果那个男生就回头跟他讲清楚嘛，结果那个女生又讨厌又生气，这样就又讲不过嘛，然后只好就用那个扮鬼脸的那种方式，皱眉头的方式啊回答。哦，所以就用马我生日这样子去形容那个。早生日也可以，哦早生日在那，那他的样子就好像很生气的样子嘛。嗯，哦，应所以他该这样。这个是有那个特别去用表情去描述他生气的，就皱眉头嘛。对对啊，比如说那个名花，对不对？他问我的话，我就会回答他嘛，他就不满意我的答案嘛。可是明明是对的啊，结果他就装生气啊，还是怎么，就讨厌这种回答的话，他就用那种脸色啊去回哦答我啊，皱眉头啊，造成哦，个所以就用马就这样。我生日，就是用这个字来描述你刚刚说的那个画面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少生个头是卯生个这样。嗯，如果说有第三个人在那边的，我跟那个第三个人在讲，生个太多了，我你啦，他准备生气了，嗯，就这样。还有吗？还有各位老师，还有什么吗？少生个还有什么？